Minanang tumaro sa katungal no fana namita sangkako。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啊，上一回我们也上过了啊，所以今天呢，再一次的把这个联动结构啊，这个再做一次解说哈。如果那个问题还在哈，可能会带给大家一些迷惑啊、疑惑，一直都在心里的话，对学习的人来说还是有一些问题跟困难。我认为好像是很平常啊，很简单，没想到我们在看句子在评量的时候呢，才知道说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啊，有受过这个语言学训练的人，一看大概就比较容易了。我们没有语言学背景的老师们呢，如果这么快的说哈，也会造成一些困扰哈。所以请看一下，上一次我是这样讲，等会儿呢，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大概就是联动结构有3个模式，就是并列、一个补述。什么是补述？然后什么是授课模式啊？上一回我有把这个 PPT 有给大家看过，我把那个公式整理一下。因为 PPT 上课是很精简呐，然后没想到这个这么精简想下去呢，可能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啊，就是还要看看各位老师有没有这样的背景，所以名称很麻烦啊。好，我稍微这里解释，待会儿呢，我们因为这个联动模式在那个句法里面呢，书本里面我有写，所以不多，所以我就把它会在前面啊，词的时候不及物动词，比如说Romakat kako， 好，就是我走路啊kako，那后面呢还是我的动作，Dalabisu kako， 这个呢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后面有一个动词，所以 Romakat kako Dalabisu这种我们就叫做并列模式。为什么这样子做？待会儿我们会在那个书本里面来这个帮助大家来这个了解啊。那一定是不及物动词，那后面的动词都是同一个主词的行为啊。那么这个主词呢是同一个人，所以我们不要说2次。所以我们只要用一个助词，然后呢，它有2种动作，怎么办呢？把它连起来，它就变联动用法啊。那第二个呢是及物动词，那及物动词呢，后面是一定有受词啊。比如说Maulah kakutu shirau 是后面加的名词是 Maulah kakutu fuding， 后面是 do 这个字，但是呢，因为你用的是及物动词，所以后面的名词可能是用 do， 可是我现在不是用 do 当受词，毛拉卡过怎么样？毛拉卡过阿米曼minanam tu suanu bangsa 就好了，简单一点，毛拉卡过阿鲁马六。这个时候呢，你用的是及物动词，所以后面的阿鲁马六就会变成它的受格。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及物动词后面一定要有受词，它才会变成后面的动词就变成它的受格。你用的是2个不同的动词，因为不及物动词我上次有讲过，就是不及物动词是男性的，所以后面不接任何的受词啊。那及物动词后面是女性的，
他会有生一个孩子这样子啊，男性跟女性，所以呢，及物动词后面就一定要有受格，所以呢，后面接的东西就是变成它的受词，就受格模式啊。咱们先简单这么说。第三个呢，谓语不一定是动词啦，形容词也是啊，或者是静态动词也是啊，有很多的。等会儿我们看例子就好。如果呢谓语后面加动词的时候呢，这个动词通常补述的都是它补述它前面的字。如果它前面的字是人，就是补述前面的人的行为；如果前面是静态词，它就是补述前面的静态词。那补述模式呢，它就是补充说明前面的那个字，或者是补充说明前面的那个人的这个行为等等啊。那后面的例子我们先不看，因为这个例子呢比较难。后面还有一个 V 加 A 加 O， 后面就 A 加 V， A V 的就是怎么动词？这个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今天所帮大家如果你没有书，所以我今天是特别把课本里面的书我再做一些整理哈。我先把这个 PPT 呢先暂时放，待会儿再回头看，因为后面有一个后面它有一些练习这个练习我们再回头看，如果大家都看懂就很容易了啊。我先把它暂时放下来哈。好，我们先看这个我把荡下来的这个文章，也顺便给大家来引导一下怎么去看这本书哈。同时帮助大家可以自学。那我们看一下，好，太大了嘛。好，我们先看，好，我现在呢把这篇这个部分呢，做一点，你的书本里面也有161页但是我这本书呢，我是稍微有一些文章的认识了然后说明会更加的精炼一点请各位老师，这样的这么大看得清楚吗？可以看得清楚吗？Sabinan都好，我就用大的 PPT 来这个处理哈。好，我用大的叫比较轻。奇怪，怎么会跑到这个？好，什么叫做联动结构这里有说明，文句中就是一个文章或是句子里面一个句，除了谓语以外，我们刚刚讲过，谓语就是放在句子最前端的那个动词或是名词或是人或是什么词都一样，凡是在我们的句子里面一开头的那个字，我们都叫谓语嘛一个句除了谓语以外，还包含有一个或者是一个以上的那个动词连着使用。谓语这个字，我讲的意思说，它可能是动词，也可能是动词以外的东西。那个呢，它也可能是动词我们今天的联动大概都是讲跟动词有关的所以谓语呢，是我们讲说，我们有15种谓语，其中动词是一种，所以它也可能是动词。所以说，包含一个或是一个以上的动词连着使用，这种用法我们叫做联动结构，或叫联动的用法。谓语跟动词之间必须要有联动助词，或是联动词。我们现在说是联动助词是这个字因为我们上次有讲过嘛这个字有3个，一个是形容词后面的 A， 就是说连续助词。那联动是说前面后面，前面有一个谓语，也可能是动词，后面还有一个动词，我们叫做联动用法。还有个是说前后都是名词，有医生信息妈妈阿哥几嘛，那个名词跟名词就是那个我们叫做这个叫做我们叫做那个名称呢叫做补述用语
我们在那个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第1章前面有3个 are 的用法，一个是连续助词，一个叫联动助词，另外一个叫做同样都是前后都是同一个人，叫同位语的助词啊，是同位语助词啊，它有3种 are 的用法啊，所以呢，是用那个 are 来连接彼此之间的关系嘛哈，前面的跟后面有 are 它就会变连起来哈，所以我们联动结构，所以谓语加上后面有动词哈，谓语加上后面有动词有3种模式啊，这个模式就要看，我们看一看下面哈，首先看一下什么叫做并列模式啊。联动结构当中呢，谓语跟动词共同有一个主，这个句子很重要，共同都有一个主词啊，就说谓语也要有主词，后面的动词还是要有主词，表示同一个主词涉及2个或是2个以上的行为，就是说一个主词它可能会有2个或是3个动作啊，2个或是2个以上的行为。这种动词连结的模式，我们叫做并列模式。你看下一个句子啊，就是你课本里面的这个书本里面的，你看看一下啊。Rumakat kaku atalapi cutasan 就是我走路上学。其实这个呢 ，Rumakat atalapi cutasan 看过这2个是都可以，把主词放在最后面都可以。那其实这2个句子呢，你看解说这里面说。这一句是由 Rumakat kaku， 另外一个就是 Talapi cutasan kaku， 因为这两个动词啊，这个谓语就是动词 Rumakat kaku 就是一个句子 ，Talapi cutasan kaku 这2个也是一个句子，这2个句子这2个句的合成句啊，就上面的就是合成句，都是由一个主词改过的行为。将前面的一个主词省略，后一个动词之前加一个 are 就合成这个句子。你看，把前面的改过这个字 Rumakat 加一个 are Talapi cutasan kaku， 这个句子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联动结构。如果你不想把前面的主词省略掉，我放在后面，我把这个kaku放前面，好，可以吗？可以啊。Rumakat kaku 后面呢 atalapi cutasan kaku 把后面的省略掉，就变成上面这个 Rumakat kaku atalapi cutasan， 或者是 Rumakat atalapi cutasan kaku， 这2个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叫做这个叫做联动结构啊。这个联动结构呢，基本的条件是它的谓语这个动词啊，一定是不及物动词，记得这个。不及物动词就很重要哈。好，这样的话才会有，因为不及物动词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再看第2个练习，你看啊，例子第2个例子说 ，Dani kaku amina nam tusan no bangsa， 跟前面的是一样的意思啦。或是 Dani amina nam tusan no bangsa kaku， 这个也跟上面的句子是相同的。解说你看啊。本句是有2个句子，一个呢叫 Dani kaku， 我来了 ，Minanam kaku tusan no bangsa， 我来写阿美。好，这里的 kaku 也是同一个 kaku 啊，这里还有 kaku， 有2个 kaku。Dani kaku Minanam kaku tusan no bangsa， 将后面好，我们将后面的主词省略，2个合句就可以连起来，就是说前面一个省略，你看这2个句把它连起来，然后呢后面有个省略就但后面的省略的话呢，那就是后面的这里的省略就变 Dani kaku amina nam tusan no bangsa。那这2个句子同时把它挂上去呢，你如果说省略在前面的话，可不可以？可以啊，你省略前面的话，但是你省略前面就变成 Dani 是个动词 ，Minanam 又是个动词，所以变成你要加上去之后呢，变 Dani aminanam 2个动词连起来，那个kaku省略了嘛 ，Dani aminanam tusan no bangsa kaku。
所以呢，你省略前面后面都可以。这两个句子本来是分开的两个动词啊，所以呢，理论就是这样啊。你先看看下面的例子啊，达拉罗多嘎哥，你看第一句啊，后面是米嘎水嘎哥，实际上前面的后面的句子嘎哥省略了，所以把加啊它就连起来了。再看第二句，你看呢？达拉罗多嘎哥，那这个把嘎哥省略留到后面呢？达拉罗多阿米嘎水嘎哥一样啊。达拉多嘎哥阿米嘎水，达拉罗多阿米水嘎哥是两个一样的句子，那个理论都是一样，都不会改变哈。同样的，多米人嘎哥，我站起来，可不可以坐着唱歌？可以，我不要，我要站着唱歌。好呢，罗马蒂奥嘎哥。罗马蒂奥嘎哥，我唱歌也是两个不及物动词啊。多米人嘎哥，罗马蒂奥嘎哥，我要省一个主词，那这个怎么办呢？想办法把它连起来，它就变一个句子啊，加一个啊，这个句子就变成多米人嘎哥罗马蒂奥，或者是把主词前面省略掉。多米人嘎罗马蒂奥嘎哥。先生，哎，那个有错字哦。一张。呀，嘎哥变成嘎密。对不起，我对，是我嘎密没错，我的嘴巴错了。都没人嘎密阿罗马蒂，我们站着唱歌，哈哈。对，谢谢啊。都没人阿罗马蒂嘎密，那一样的，你对啊，还是嘎密，因为这里还好，我这里是主词是我们呢哈。都没人嘎密阿罗马蒂，都没人阿罗马蒂嘎密这个字，所以呢，他本来把它分开的话。都没人干咩？我们站起来，罗马蒂奥干咩？那这个在想办法，一个人有两个行为怎么办呢？就连起来嘛，用啊就会连起来啊。这个是我们的阿美族的习惯哈，这样大概可以了哈。来，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后面很多的例子就很多，你看，马拉洛克吉纳莫有没有？到这里是马拉洛克吉纳莫，密码吉纳莫，米祖拉吉纳莫，省略掉的吗？但是把这两个都是南莫，马拉洛也是南莫的行为，米祖拉还是南莫的行为，所以南莫很用功读书怎么办呢？还可以另外一个南莫放到前面，啊，前面的是马拉洛及南莫哈米苏拉 A 加进去，把前面的南莫拿掉，放到后面马拉洛阿米苏拉及南莫一样的句型，这个叫做并列结构啊，并列模式。所以它们动词跟动词之间都是一样的用法，所以你看不断的有那么多的例子呢。再看下一个哈 ，marares 这个记得马开头的字 ，marares 古萨里嘎嘎啊mitulun ikyokai。好，这个字呢 ，marares 干咩啊？它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marares 我们是。经常做这样的事情，什么事呢？米多伦伊给该在教会祷告一样的，本来这个是马拉利古萨里嘎嘎，米多伦古萨里嘎嘎伊给该这两件事情，那怎么办呢？就古萨里嘎嘎，因为两边都有米多伦古萨里嘎嘎伊给该，那前面后面你前面省略前面就变成你看，把古萨里嘎嘎这个是主词，马拉雷古萨里嘎嘎阿米多伦就盖，或是把萨里嘎嘎放后面哈，放这里也是可以啊。马拉雷阿米多伦伊就盖古萨里嘎嘎还是一样，所以表示说这两个动词仍然是萨里嘎嘎这个兄弟姐妹的动作啊。我们再看第五个，我们再来懂。Tani cimarang mikaputo sa apo. Tani cimarang mimaan mikaputo sa apo ne. 好， cimarang 是主词 ，tani cimarang mikapo cimarang 都是 apo， 所以呢，把这两个所以这个主词可以是 cimarang， 后面可以是 cimarang， 可变成这两个所以呢，我们就不要把两个动词都 tani cimarang mikaputo sa apo cimarang， 这样的话呢。我们用是不好不通的，在我们句法里面是
一个句子只有一个句点。你看 Tiny Cimarang Amika Putus Apo Cimarang 句子连起来了，可是一个句子两个主词，很奇怪啊！除非你把这两个句子分开来 Tiny Cimarang 句点 Mika Putus Apo Anini Cimarang 也是句点，变成两个句子，两个句子就要两个主词。现在呢，我们只要用一个句点怎么办呢？那只好有中间的一个句点省略掉，把它拿掉，然后呢，这两个要把它连起来，变成一个句子。所以那个句点就是一个句点就是一个句子，两个句点就两个句子啊。所以我把它变成两个句子，就会变成这样啊。我举个例子啊，我这样子，我把这个句子呢，我再加一句好了啊。如果说我把这个句子呢，把它加上去，改成这样，然后呢，Cimarang加2次啊。好啊，我用蓝色的啊，把它区隔一下啊。你看这个句子，好，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这个就要大写。好，这个时候呢，Tiny Cimarang 就好了，就没有了，就结束了。Mika Putus Apo Anini Cimarang 这两个句子都有主词，可是你要有句点，就一定要有两个主词，一个主词 Marang 后面还是有 Marang， 这是两个句子，所以呢，两个句子就有两个主词，也有两个谓语。现在我们要把一个句点拿掉的话呢？好，我把这个地拿掉，那这个怎么办呢？现在要考虑了，Cimarang跟后面的Cimarang你要拿掉哪一个？随便你啊，你拿掉前面的，好，那我这边加 R 就好了，把这个 A 加一个 R， 后面的动词就因为不是句子的开头就小写，所以变成 R 出来了之后呢，这两个句子就中间没有句点了，然后就是只剩下一个Marang。所以呢，表示说一个动词，一个主词有两个行为是 Tiny Amika Putus Apo Cimarang 这个结构叫做联动结构啊。OK 我想后面的例子都一样的，我举了好多例子，十几个例子啊。好，我跳过来最后一个例子哈，我们都是一样哈所以你如果要多练习看的话呢，就是这些句子呢，就是一个一个这样子慢慢的看。其实你看得懂前面的说明后面的例子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啊。最后一个呢，好，这个句子。Sakafian 就 Sakuhawan 哈 ，Sakafian ina kumaan 好，本来这个 Kura Mizasa Kura Futing Sakafian ina Kufuting 好，这两个句子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用法，我也是把它再做一点点，再做一次，最后一次的说明哈。那么这个句子原来是 Sakafian 叫我们比较是 Sakafian， 这两个句子呢本来是这样我把它再做一次。好，不对，我放错位置。好，好，这里面呢，请注意这两个字哈。Sakafiani ina Kurafuting 本来是米扎扎，这个也是要有一个米扎扎，这个时候呢，本来是 G ina 这边是呢，好，这个刚才有一点挑战哈，来这两个句子呢，好，本来是两个行为嘛哈 ，Sakafian。这里主词 Sakafian 就是只要是 en 属字动词的主语就是good 这个字啊 ，Kurafuting 是指定的语那个语是主词 ，Sakafian 是用做成汤
那个你伊那就是行为者，就是说那个鱼被做成汤了，谁被妈妈煮成汤了啊？那个鱼被妈妈煮成汤，因为这边是一个处置动词，所以主词呢 sakavin gurafutin 那个鱼做成汤，这是一个句子。如果这个地方是用一般动词的 mizazak 的话呢，这个不用你那 mizazak ji ina gurafutin 这个也是句子啊 mizazak 是主词。好，吉伊娜是主词，因为妈妈因为主动是主词，用这个词吉伊娜啊，这个就是主词了啊。因为这个米扎扎是及物动词，所以后面都否定啊，都拉否定，对不对？米扎扎写了都拉否定。像这种呢，不同句法的，就是说一个是处置动词，一个是主动动词的话呢，一样的。好。那我们现在说这个句子，把这个句子怎么连结呢？当然就是说 sakafeni na gurafutin。好，后面这个如果把这个逗点拿掉的话呢，那一定是要啊这个字，对不对？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啊？好，这个啊进去了，然后把逗点拿掉了，那后面的又变成呢，那个是 mizazak。mizazak sakafin ni ina gurafutin mizazak jina。你看了 sakafin ni ina 煮的人，这个行为者是妈妈在，那个鱼是妈妈在煮，这个行为煮那个鱼，还问的是谁做那个行为者还是妈妈嘛？那这里呢，米扎扎吉呢，多拉夫丁，这个还是妈妈嘛？这个也是，她是同一个妈妈在做那个。这个动作也是他的，两个动作都是妈妈的，怎么办呢？你要选哪一个？好，现在问题来，好，米扎萨多拉夫丁，像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中间有啊，你用米扎扎克萨卡菲呢，你因那多拉夫丁啊，米扎扎克，好，因为他都是同一个人在做这个，所以这个你因那就可以省略掉，把这个把它。省略掉，把它框phủ掉就可以了啊。好，你看啊，好，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主词现在呢变受词，你看是不是同一个 ？sakaveni 呢 gurafutin amizazak， 或者是 ina 跟这个 ina 是相同的，都是同一个人。然后呢，跟那个鱼被煮了，跟要煮鱼是一样的意思。那这个鱼呢，是因为你用的及物动词，所以后面读了。因为是用处置动词是古拉，所以 sakafeni ina gurafutin 跟米扎扎吉那 gurafutin 一样的。所以同样的以一个人同样做那一个行为，所以呢就变成我们只要用一个就好了。好。那如果说我把这两个古拉夫丁跟杜拉夫丁是一样，如果我那个前面的主词留下来的时候，后面这边都省略。好，我先把它省略了啊，把句点留着。好，这个留掉。sakaveni ina古拉夫丁阿米扎扎，相同的、重复的就要省略掉，就会变成 sakaveni ina古拉夫丁阿米扎扎，这是一个。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好，我把这个省略相同省略之后呢，这个句子除了这个排列之外，还可以把它放到后面去。sakaveni na amizata gurafutin， 这样也是通了。只剩下一个主语，一个主词，一个谓语就可以了。所以呢 ，sakaveni ina 你 ina ami sakaveni ina amizata gurafutin 这样的句法还是通的啊。因此呢，我们会发现这里比较难的就是说，从一个句子里面重复啊，不同的句法里面重复是，你用处置法，那主词是 gurafutin。
用 me 动词变成吉伊娜变成行为者杜夫定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省略的时候呢，这个都是那个鱼啊，那个鱼都是这个，现在是以第一个字 sakaveni na grafudin， 所以以第一个动词为主，然后后面这个主词是用它这样子啊，所以 sakaveni na amizata grafudin 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构啊。那我们刚才说倒回来也是可以把它弄回来呢，就变成 sakaveni na grafudin amizata，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可以用的一个句法啊，两种都可以。就是我们的语言呢，就是因为为什么要联动，是因为使得很复杂的句子变得很简单，变一个句子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程序啊。好，你们比较一下看看这个句子啊。现在呢，红色的这个是主语，你们Sakaveni na grafudin amizata， 就是主词是 Sakaveni na grafudin 啊。那下面比较一下看看呢，Sakaveni na grafudin grafudin 就不一样了。一样的是 Sakaveni 还是起始动词呢，就是处置动词啊 ，Sakaveni 你那一样的。可是呢 grafudin amizata 这个锅本来这个字啊，我把它加一下。好，这里前面 bizazak durafudin 本来是本来这个句子是 mizazak ji ina durafudin。好，这个有什么差别哈？这个又是另外一种啊。好 ，sakaveni ina。好 ，sakaveni ina。本来这个句子呢 ，mizazak ji ina durafudin 有没有 ？sakaveni ina mizazak durafudin， 本来这里是这样，但是呢 ，sakaveni ina 只有到这里的话呢，我就把它红色了啊。妈妈煮成汤，这样的话呢就没有主词。我们想办法，不管它是什么形式的东西，我们想办法都可以把它变成名词啊。有一个办法 ，me 动词后面改成 be， 它就会变成名词了。但是呢，我们只要有一个 go 这个句子呢。后面就想办法，这个是谓语，一定要有一个主语。这个句子要变成主词怎么办？很简单，过这个是应该是你比杂，我们口语化的时候是你，通常都把它省略掉了啊。好，这样 sakaveni na bizazak， 好，这边已经有一那，所以我们不要再重复了。所以这个呢，就把它怎么样？我把它用淡化好了，淡淡的啊。sakaveni na go bidang durafudin， 因为从以那还是存在，所以这个时候呢，整个 go bidazak durafudin 这个是本来是个动词，动词把它名词化就变成名词片语，就可以当主词用了啊。就说妈妈是用这个用煮汤的方式来去煮那个鱼，所以这个结构呢又更复杂了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边有一个后面的句子呢是个名词片语，为什么它是个名词片语？本来这是 mizazak ji ina durafudin 本来是动词，把它变成名词。一定把 me 变成你 be 啊，或是 be 杂杂多拉否定，所以这个时候呢，变成名词片语，名词片语仍然也是可以当主词啊，所以这个时候呢 ，sakaveni 呢，过 be 杂杂多拉否定，又变成我们阿美语的一个比较深的用法啊。煮那个鱼，妈妈是用煮汤的方法，就变成这样，因此呢。这个是比较的用法，我们这只是主词的比较。
那这个呢，比较就表示我们要多一些思考，说原来它的那个句法的变化，跟刚才的前面的变化是比较复杂了一点啊。我们本来前面都是估啊 ，sakavini 呢 k u r a f u t i n 你 zazaki 呢 t u r a f u t i n 本来很简单的东西啊。所以这里呢，只是给大家有一些比较，就表示它是有一些不同的句法变化才会有这样现象哈。好，所以这个地方你们看了之后呢，简单的问题还是刚刚那一句啊，就是说两个句子 romakat kako talabisodalan kako 中间讲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并列模式的一个基本结构啊。我快速的讲第二个句法，因为时间不是很多啊。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练习啊。我们再看什么叫做补数模式啊？我们先看一下联动结构用来补数，说明它前面的啊，之前啊，这个是这边有一个用前面的啊。补数模式它一定是补前面的啊。它补哎。马拉拉先把那个并列模式哈，马拉比如说你杀戒哈，马巴纳都kami darah ni so ipinanaman dikirim tulah 并列模式。也可以啊。sekolah tulu ha, marau kami。好。那我们找并列模式好了，好，我们现在回到练习并列模式，麻烦那都kami点补数模式。好，那我们就找那个，因为刚好这个练习是夹菜米的啦，那我们去找看好了哈。我们那个也可以了哈，这样处理的话也是一个办法哈。好的，我们现在呢再把那个好，我们再把这个练习呢，我播上去看看哈。那来大家找看哪个是并列模式啊？好，妈妈有看到了吗？哎，妈妈拉的好，请看一下，这里面有3种模式啊。先我们看看哪一种是并列模式。你看下列划线的是联动结构啊，并列、补数跟SOG模式。你们来想想看哈。第一个字 malahok jimarang 啊 malalok jimarang 啊 miazop， 第一个是这个啊这个句子。第二个 minanam kuawa aku misalama misaluma 啊 irako foksi no kyokai amitolon anini 啊，你们找看哪一个是并列模式哈。谢谢，还在哈。好，那这样好了。Malalok cimarang azop， 这个是哪一个模式？来，你先看看。Malalok 是个动词，对不对？azop 也是个动词。并列，这个就是并列模式。为什么？你想想看啊，这个第一个字 malalok cimarang， 可不可以加多什么东西？可不可以加受词？Malalok cimarang tujulas 可以吗？ Malalok cimarang tusirau 可以吗？ Malalok cimarang ichipanayan 都不同。Malalok 就是不及物动词，所以我们要听那个语感呢。那个字本来就是不及物啊。上一次有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字到底是，你看我随便找一下啊。米当当煮这个字，米当当是及物动词。还有呢马夫爹哪一个是及物，哪一个是不及物？米当当是及物不及物？马夫爹是及物还是不及物？想想看，这个最重要的概念就在及物不及物的这个问题上啊。先问大家，马拉洛及不及物？及物。及物的话，后面要有度啊。不及物啊。
你看看啦，我加一个了，随便讲一个，米当当吉那杜夫定就通，对不对？那就米当当就是要及物动词。马夫定吉那后面可以加名词吗？不需要。不需要，它就是不及物动词啊。我要的就是不及物动词才可以有并列模式啊。马拉洛吉马让，你们吉马让，你阿洛吉马让，是不是这两个？马拉洛吉马让，你们你阿洛吉马让，所以把后面的马让拿掉，是变成马拉洛吉马让啊，你阿洛。这个叫做并列模式啊。好，再看一下哈，我们再看这个字 ，minanam guawa aku a misaluma。来，我先问大家，minanam 这个字，来，你们造一句，不要看这个句子，你们造一个句子。minanam 是学习嘛？你们可不可以造一个句子用 minanam？我们来造看看，它是及物还是不及物动词？用我好了 ，minanam。来，我写阿妹怎么说？我在学习阿妹。好，所以说，如果我只有说 minanam gaku， 你是不是要在等我的答案？对。你在等我的答案，等什么？我在学什么东西，对不对？minanam gaku， 我只说你们说 minanam gaku，minanam gaku。到这里，你还是不了解我在说的完整的意思，表示 minanam 这个字你没有给他受词，人家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minanam gaku amitonoon 就通了 ，minanam gaku tusuanu bangsa 也通了 ，minanam gaku amisurit 你都可以通，后面你要有一个东西给他，所以 minanam 这个字是及物动词。及物后面就要有受词啊，不是啊就是用 do 啊。你看啊 ，minanam gaku do radio， minanam gaku do gero， 那个 do 它就受格，就是一定要 minanam do 这样子。那我不一定用 do 啊 ，minanam gaku a masakro 可不可以 ？minanam gaku do gero 跟 minanam gaku a masakro， 第一个是 minanam gaku do radio no bangsa。你可以有 do 啊 ，minanam gaku aromadio 都是 radio 的帮助，那个也可以啊，因为这个 minanam 是个及物动词，所以呢，我的孩子在学什么 ？minanam 懂吗？我们现在有一个概念就是没有办法突破啊，及物动词后面有受词的时候，名词就用 do 什么东西啊 ？minanam gaku do。后面是名词嘛 ？minanam gaku do soal no bangsa， 你后面的是名词，当然是用 do， 对不对？但是 minanam 这个字后面要用 do 是名词，可是它不一定用名词啊，你用动词它也可以变受词啊。minanam gaku aromadio， 那后面就变动词，所以后面的 aromadio 就会变成 minanam 的受词啦。所以问题是及物跟不及物，就是这两个地方是很麻烦。哎，我来第二句哈，第二句应该是 minanam guawa aku amisalama。salama。minanam a misalama。misalama 盖房子。misalama 哈，盖房子是并列了哈。可是 minanam 它也可以变成及物。我举一个例子 ，minanam guawa aku do 什么什么，那个就变成及物动词，所以有时候有的动词它是有不及物，有时候它是及物，可是在这个句子里面它是不及物，
一个动词，可是它又有第二个动词，做盖房子的动词，所以我的理解是米纳南啊米萨鲁玛就是并列。好，那我先问你哈，Minanam，好，学盖房子呢？好，我们的受词啊，来，现在你可能有个地方没有办法突破的，就是，好，我现在看一下哈，请息，哎，我建议了，哎，先把并列弄清楚。并列的问题，你对，看看，阿玛多诺米纳那麦好就对了，剩下就是我补数的授格，我们一项一项，可能同学会比较清楚，是吧？好，这个好吧，你看哈，Minanam go 娃娃阿哥。多数完了，多拉六好了，简单一点的，多拉六。好，闽南那么这个字是不是个及物动词？闽南那么这个字是及物动词。孩子，我的孩子呢，学后面有个受格标记，他学这个歌，拉六喏，这好了。阿美族的歌学这个阿美语，他这里这个的闽南呢谁这个主词很简单嘛，我的孩子是一个主词嘛，我的孩子学这个东西嘛，闽南呢多拉丁努邦扎，好，学这个东西，问题是这里面我们大家都讲都，我们才知道是后面是受格，它是及物动词，一样啊。你看，我把这个句子一样的句子，我可以把它变成动词。你看看这两个，这个有一点复杂哈。闽南那么国外那么国，好，我把它改成啊什么？好，好，这个时候呢，有看到有个啊吗？好，这里有一个啊，好的。一样的 rumah Minanam Gua Ako to Radio no Bangza，这里面是名词，我现在我把它夸符一下哈。你看看这里的它的夸符哪里去了？好，Minanam Gua Ako to Radio no Bangza，这个地方是名词嘛？这个名词，所以用 do 啊 to Radio no Bangza。那我现在可以用Minanam Gua Ako Aromadio to Radio no Bangza，这两个是完全一样的。我一个是用名词，所以它用 do；我一个是用动词，它用这个差别在这边，有没有看到？它是个及物动词，所以我又把主词Minanam Goa Ako 好 Minanam Domaan Radio no Bangza，它这个就是一个受词，所以呢后面是名词片语，阿美族的歌，所以 do 可以，我也把它变成闽南南国话国阿罗马六多拉六的邦扎，这个是变成了。好，这两个多拉六的邦扎跟阿罗马六多拉六的邦扎有什么差别？都是同一个及物动词，后面是它的受词，所以现在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后面加的是名词，就要用 do； 后面呢，如果用动词，就用就是这么差别。问题是及物动词后面的受词，一个类型是 do 加名词，一个是加动词片语，就是这样。这个是受格模式的观念。你看看这里这两个哈，因为这个是闽南南，所以你闽南南这个字是学东西哈。
那我们看看，我们用不及物动词啊，比如说，用什么比较好哈？好，你看这两个哈，刚才我说还是用这个，我想不到这个 romakat o wawa ako。好，这个 romakat wawa ako 这个字可以加 do 吗？这个字，我的孩子走路 romakat wawa ako，你可以加 do 吗？还可以加啊这个东西，想想看。romakat wawa ako tumaan，可不可以加 do？它是不及物动词，所以后面不可能会有多什么，不会有多这样的东西。所以呢，它是不及物动词，是后面不会有东西的在后面。Romakat go阿哥，我孩子走路，好，这个是一种哈。好呢，还有一个是呢，阿拉比主沙山go。娃娃阿哥，好，因为它不可后面不会有多，也不会有啊，也不会有多了嘛，所以它不是及物动词。达拉比朱沙山古娃娃阿哥，我的孩子去上学。好，这两个句子 ，Romakat 古娃娃阿哥，达拉比朱兰的古娃娃阿哥。好，这个呢，它因为没有受词嘛，你不能加多什么东西。可见它是不及物动词，那么这个时候呢，想办法，我们要用两个句子把它连起来，我们要用 R 连接以后，这个变小写了。好 ，A 有了之后呢，现在接下来的就是你要省略哪一个主词，你要变成一个主词而已。你要省略前面的也可以啊，省略它，就留到后面的。好，我留后面的也可以啊，就剩下前面的。Romakat Gwawa Ako Atara Bichula San， 这个就是都叫这个的，这个就是并列模式。所以问题在这里啊 ，Romakat 跟 Minanam 这两个动词性质不同啊。好，这样的这个性质，所以说。前面的动词哈，前面的动词这个性质 ，Minanam 跟 Romakat 就是不同性质的东西。前面的叫做及物动词，后面是不及物动词。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把后面的省略的话，就变成这样子。Romakat 娃娃阿古啊，达拉比苏的蛋，这个呢就是它一个娃娃阿古的两个动作、两个行为啊。并列模式，这个叫并列模式。所以重点叫做这两个很麻烦的，就是我们分不太出来，它就到底是及物跟不及物。我们过去比较少有这样的一个去琢磨那个及物跟不及物动词啊。好，比如说我举两个动词看看哈，好，米能能这个字，米能能看这个字，跟你看米能能这个字，还有呢 masolab 这个字，你们分辨看看 ，masolab 是及物还是不及物？米能能是及物还是不及物？你能是及物，及物嘛。那除了是不及物。好，米能能哈，你可以加动词，它不要米能能。好，我们造个句子看看。米能加过多做啥？多做啥？好，米能加过多做啥？米能
因为为什么要加度？因为它是个及物动词，所以后面可以加受格标记加受格嘛，它有受词嘛，所以米能嫩就叫及物动词，对不对？好，说了这个字，好，我肚子饿怎么办？ Masulap kaku. 你后面可以加度吗？可不可以加度？说了不多麦可以吗？不通嘛。肚子饿，那个生理了。所以马索勒这个字是不会有后面的东西给他，对不对？你不能说马索勒嘎果多很卖，马索勒嘎果多喜绕都不通嘛。因为这个字是马索勒，就是不会后面有受词，米能嫩后面你可以加受词，所以你会有一个度加受格。像这个字是不会有啊。好。好，我们现在呢，我们把上面的句子变成用好，上面是及物嘛，我们想办法呢，想办法把这个及物动词变成联动用法，看看。好，你能搞过啊？好，我看看你能有没有比较好的句子啊？好，我再看啊，你能搞过啊？我看看可以加咪吗？这个字好不好用？米能看过啊？达佛国可以通吗？好像不是很常用啊。米能看过达佛国啊，或是米南南看过达佛国比较好。好的是呢，米灵修看过达佛国，所以这个字呢，米能看过都比达佛国可以动上啊。米能看过Miki Mineneng kaku mafrai ayam，可以吗，老师？米能够mafrai ayam 吗？还后面要动词啊。mafrai 不是飞吗？是不是动词？ mafrai 米能够都 mafrai ayam 可以啊，都mafrai ayam，那就通了。我在看飞的鸟，这个呢，你有一个多啊，还是有多啊？但是及物动词啊，这不是我在看飞鸟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多后面是名词 mafrai ayam 是形容词，也是大家看的。米能搞个 ayam 还是有受词啊。好，所以呢，这两个都，但是它变成都是受它的受格。我看的是鸟啊。好，好，我肚子饿。然后这个字是不及物动词。好，我肚子饿等爸爸回来怎么说？米打拉杜打鲁妈你妈妈。好，这个也是我的马索勒嘎锅。米打拉都打鲁妈你妈妈也是我的动作，怎么办呢？我一样啊。米打拉都打鲁妈你妈妈嘎锅有没有？好，这样的话呢，这两个动词嘎过有两个，马索勒嘎过好像也不是很好的句子了哈。
但是这个句法是可以这样用。马索罗布卡果后面不可能有它的受词啊，所以呢，我肚子饿着，我饿着肚子等爸爸回来。马索罗布卡果啊，然后加啊呢，后面呢，米达拉都嘎达罗玛你妈妈后面嘎过留着，后面就省略掉一个，所以这两个本来都是嘎过的，这个就会变成并列的结构，前面一定是不及物动词。哦，好，现在问题就是你们的困难点就在及物不及物能不能分辨得出来了。好，想一下看看。我们休息10分钟好不好？把手上 OK 的。Alright， 谢谢。Alright，谢谢。Pahan ho, pinanum ho, kusin Ano si. ci after ko tangare pasasa ho pacalay. Pasasa ho. Pasasa ho. Ay. 呢，3个都是第一个大写哈。Tiny, Pahanhan, Mitahisan 这3个字，你们能不能分辨它到底是及物动词还是不及物动词？先看看 Tiny， 来练习判断一下 Tiny 这个是及物还是不及物？不及物。不及物。不及物，对不对？对。好，我来Tiny 我来吃晚餐怎么说 ？Tiny kako malavi。malafi。好，这个字，这个 Tiny kako 是不及物，对不对？我来。实际上这2个句子原来是 Tiny kako， 后面不会有东西嘛哈，实际上是 malafi。malavi kako。malafi kako 本来是这样嘛，对不对？那把这2个句子呢，我把它连在一起，我来吃饭怎么办？那很简单呢，因为它后面不可能有东西，对不对哈？所以呢，把这2个句子连起来 ，Tiny kako malafi 还是 Tiny malafi kako 都可以。所以呢，我把这个 Tiny kako 我把前面加一个啊，然后面就连起来了。这个啊 ，Tiny kako malafi 后面就 kako 就省略掉。好，这个我们叫做并列，也就是说，本来它有这个动词都是它的行为。好，再看一个。好，休息怎么说？Pahanhan 有没有办法造个句子？Pahanhan 是及物还是不及物？现在很麻烦的这个就，你能不能放呢？它是及物还是不及物？不及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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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休息。kako amavuti。好。Pahanhan kako amisulat mafuti ha. Pahanhan kako amaro。Pahanhan kako。好的，mafuti maaf 什么 ？mafuti kako。它本来是这2个动作，对不对？我休息，去睡觉。我躺着休息。我躺着休息，所以呢，这个地方的加啊以后呢，把它搞过啊什么，mafuti。那后面有搞过了，我们就前面不要，就搞过就不要了。Pahanhan kako mafuti是可以通的。好，你看看这个第3个，看一看呢，叫哈，你打的汉，你打黑上哈，可不可以造个句子？Mita dihang kako Cimarangan。好，mita dihang kako 通常我们是都被省略掉，Cimarangan。
好，是米达伊浪还是米达伊浪？这两个大利汉是海岸的，我们修完是米大黑浪。我们海岸是米大黑浪哦。哦，是啊，米大利汉啊，好了，米大是吗？黑米大利汉，米大黑浪，嘎哥已经马上好。好，我现在是人名，对不对？好，我在叫这个字，我叫的是小孩子呢。我在叫的是我叫的是小孩，怎么说？我叫小孩呢？大伊浪个古多米大啊，伊浪多啊，多你要多，对不对？对，我在叫小孩。好，这个，我接个电话，对不起。喂，嘿，头目你好，嗨，嗨，对啊，那个孩子刚刚我们才知道的，嘿。好，我知道。我把那都，好，孩子还在从台中开车回来，嘿。OK，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好，刚刚你们现在刚好造了2个句子啊，好，这2个呢，米达利汉后面可以加我叫小孩是米达利汉嘎古多啊哇，你这个多也要用到啊，表示这个叫受格标记啊，后面有名词啊，对不对？我们是人名或是代名词都是用一当受格标记啊，所以后面都是受词啊，所以我在叫马让啊，我在叫小孩，这2个都是一受格标记，这个受格标记通常都是后面是人名的时候呢，一级马让案。可是我们口语化的时候，通常我们这个如果不会影响你的意思呢，通常一都会被我们省略了啊。米达兰嘎古吉马让案，一级马让案，或是米达兰嘎古娃娃，你的多通常还是要加上去。米达兰嘎古多娃娃，好，这2个为什么要受词？因为你用到的是个及物动词。好，这个字及物动词，既然它有受词，好，我们想办法看看哈，可不可以？既然这个蓝色的是受词啊，好，我在叫米达兰嘎过米达兰嘎过好，现在加一个字，我叫年轻人，抓鱼怎么说？米达伊浪米大伊浪个嘎过杜嘎巴米布丁，杜嘎巴米布丁，米夫丁。好，现在又多了一个东西啊。好，主词是嘎过呢，嘎巴是不是你被叫的人？是不是你叫这年轻人？好，后面这边有一个米夫定，米夫定是不是一个动词？好，米夫定是个动词，是动词。米达兰嘎过一起马上案，米达兰嘎过多娃娃，米达兰嘎过多嘎巴。后面呢，我叫年轻人干嘛？米夫定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动词？来，现在谁在补音？是我还是嘎巴？嘎巴。所以它前面这个叫的动词这边米达兰也是一个动词嘛，后面也是一个动词嘛，所以呢，这2个动词是联动，没错。可是呢，这个动词米达兰是我，米夫定是谁？去补音的是嘎巴，对不对？
不是我的动作，是嘎巴要去补遗，所以呢，这个呢后面叫做补遗的是谁？是嘎巴，是补充说明嘎巴要去补遗啦，所以我们这个叫做，你想想看，这个应该补充说明这个嘎巴，我们叫做补述模式。要说明他们要去的，我叫嘎巴来去补遗，我叫嘎巴来去补遗，补遗的是嘎巴，所以这个那个什么动词呢，就是补述模式，补充说明这个嘎巴要去补遗了，啊，因为它已经有受词啦，这个及物动词的受词是蓝色的啊，它已经不是有受词了吗？及物动词主词后面已经有受词了，它已经有受词了，它后面不可能会有受词啦，对不对？你台兰个古多嘎巴，你蛮，你福丁，所以这个及物动词它已经有受词了，所以这个好，所以这个我们叫补述模式。你们现在还是在那个受格模式是怎样呢？就是好，我找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字好了。马乌拉，好，你们来造一个句子看看，这3个我可以做3种句型给你们看看。马乌拉，你们造一下个句子看看，简单的。马乌拉，好，我们说妈妈喜欢孩子了，马乌拉过什么？你呢？都娃娃，好，这个是什么情况？就是位移在这里，啊，伊娜是主词，对不对？啊，都娃娃什么词？受词，对不对？有都嘛？好，再看用人名，我找妈妈喜欢母亲喜欢都是母亲喜欢那个什么那个勤劳的怎么说？马拉圭呢多马拉鲁盖啊，你要马拉鲁盖就是勤劳的，还要加也可以，娃娃也可以，对不对？所以你的多就表示它是个受词。好，现在来了，我现在呢，马乌拉古伊娜是主词嘛，对不对？主词是伊娜，娃娃是受格，马拉鲁盖娃娃也可以。好，现在呢，请你改，因为马乌拉是及物动词，我现在改一个，我不要用 do 了，我要用动词。妈妈们爱唱歌怎么说？要用动词怎么办？唱歌对不对？罗马六。好，现在为什么你可以用现在这个这个字，我问大家，先想想看，maulah kako maulah ko ina tuawa maulah ko ina to malalokai awawa maulah ko ina aromalio 来，现在 aromalio 当什么结构？因为你用的是及物动词，所以后面 aromalio 是受格模式。对了。所以我们一直都觉得说受格是 do 加什么 do 什么，我们现在是有另外一个比较深的用法了，就是说原来 aromalio 原来是他喜欢的。好，现在这个呢回到这个你们就知道什么受格，现在呢动词来了，这个呢动词跟动词中间有这个还是联动，但是它的功能跟上面的一样。是受格，这边也是受格，这个也是当受格，所以呢，它因为你用的是个及物动词，
啊。好，所以现在就是变成受格模式了啊。好，所以你现在已经有联动结构，你也会了。这个是带你嘎哥啊，因为你用的是不及物，所以后面有动词是，你用的是带你是不及物动词，后面如果有这个动词的时候呢，不可能是受词，为什么？因为它是不及物动词，所以不会有受词。你看这里呢，马乌拉嘎哥阿鲁马六，这个是鲁马六也是一个，你看前面有一个阿马夫店也是个动词，为什么这个不是它的受词？因为带你是不及物动词，后面有动词是不可能当受词。那这里呢，马乌拉是及物动词，会有后面的阿动词呢，是因为它一定要有受词啊，所以它就是受格的模式，就是等于受词。所以呢，差别就是马乌拉跟带你的差别在哪里？那就是及物跟不及物的问题在这里而已。所以这个是研学家好像每天都把我们糊弄得很久，弄得很久哈，我们都搞不清楚。原来其实它也不是那么难的东西。好，你如果有空的话呢，你就后面的模式呢稍微看一下。所以我想我就抓一点点一两个句子哈。你大概有这个概念之后呢，我就不要后面的例子你慢慢看一下，我就抓一两个句子看一看哈。然后请看一下这个句子我找一个比较好。现在像这个句子这个存在动词也不是某某，就是它本来就有的是ira cimarang带你马上在呢，然后呢有来呢，这样ira阿带你。你看这个阿带你这个字刚好补充说明马上的行为，所以它叫做补述模式ira cimarang阿带你。好，再看一个ira kutauke 是有是 ira 这个字通常是表示存在的字，也不是这个导给的主动行为它不是有老板来，有老板在呢，老板ira kutauke 老板在，你们就给他导给。米能能都带念，这个是不是有个米能能这个字有一个米能能，有动词连动后面是它的片语，所以这个呢，谁再去看我们工作导给，所以这个叫做补述模式补充说明这个导给就是这样。好，我再看一个像这个字，iraku fukshi 有牧师在呢，或是有牧师在干嘛？这个牧师干什么呢？带你一个动词，米利说一个动词，米多伦一个动词，伊达官人对我，他是来拜访，同时来为我祷告，所以这个呢。这里那么多动词联系在一起，都是在讲谁的动作复习的动作，所以我们叫做补述模式这个就是补充说明这个人是做什么事好，这个简单的讲法就是这样。然后呢，最后一个那个什么受格模式，就刚刚你们。刚刚我们有稍微做一个把这两个练习讲一下就好了我们先把这个变成黑色的不要动。你看，我不知道他的名字mafukir 这个字，你们看是及物还是不及物？及物。及物。mafukir kako 好。mafukir kako 我不会，我不懂，我不知道什么呢？
他的名字只有一个都，有没有？都安安尼啦，所以这个马福给可以后面都马福给搞个都安安尼啦。既然可以后面有都什么东西，就表示都后面有名词嘛，他的名字嘛，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它是个及物动词，所以后面加这个字。我们改，我不一定用都，我改成啊，怎么办呢？你看看呢，是不是有个动词在这边呢？马福给搞个。Mungkin kalau iman, misore tungangan nira，我加了一个啊动词，请问这个时候我不会，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能把它当作是连那个并列结构。你如果并列结构的时候，马福给你这个是还没有交代清楚。马福给这个字，你要先告诉我受词在哪里。第一个要先有受词，我不会什么事情。所以呢，因为没有给他受词，所以后面的就是他的受词。我不会这件事情，米索雷东安安尼让这件事是我不会。所以呢，这两个红色的，一个是用名词就用都，就这个字。如果后面是动词，用啊当做的受词。所以这两个呢，看起来就比较容易了解。我不会，或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或是我不会，或是我不懂，这个我不会写他的名字，所以这两个看起来呢，好像都看起来都一样。其实呢，一个是用名词当受词，一个是动词当受词，就是这样的。所以动词当受词，我们就叫做受格模式就是这么简单，就这么一回事啊。所以马福给是及物动词，都是受格标记，所以安安是受格。马福给也是及物动词，阿米索雷东安安尼拉是一个动词词组，也是当它的受词。为什么？因为它是个及物动词，所以后面一定要给它受词。第来一下，好，稍微有一点概念了嘛哈？有没有比较看了听了第二次应该是？谢谢。哎，也好呢，马福给讲过阿米索雷。后面的都安安尼拉，我可以不可以省略？可以，因为这个是它的片语啊。这个是片语嘛？这是片语，你看有一个句子哈。这里有一个句子。就是搞过阿米索利，这个句子完整不完整？好，这里，好，你先看一下哈，我先把它还原哈。原来这个句子是这样：Mi。Sulit aku tungangan nira， 这个是不是句子？Mi sulit aku tungangan nira。好，这边也是 mafukir kako。好 ，mafukir kako 是后面有一个东西没有写出来而已。好。我们搞过这件事情，我不晓得这个是什么事，我不知道哈，我们就把它跨辅啊。好，我先把它跨辅，先把弄好了。哎，这个好，我不知道毛夫给搞过这件事情，我不会这件事情。什么事呢？米索列搞过东安安尼拉这个字搞过。搞过这个是也是搞过啊，这边也是搞过，所以两个搞过你省略掉一个嘛，省略掉一个，这个剩下了什么？米索雷东安安尼拉是不是这边只剩下动词片语而已？没有主词。好，你只要把这个变成咪，这个就变成动词片语，对不对？动词片语可以直接放到上面去，当它的那个什么受格了，就变成这样，所以变成马福给搞过这件事，所以这个就会变成，它虽然是动词，却是它是马福给这个字的受词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阿美语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那个特殊性，所以看起来这个是动词。
你们很容易有一个地方容易会混淆的，就是说会不会是并列结构 mafkir kako misore kako tunganganira 这个字，但是看起来很像是并列啊。你看 mafkir kako 我也不会，misore kako 两个都是我的动作啊。但是问题来了，老师 mafkir 这个字是及物动词，你要先给我受词。老师，哎，我的发现哈，两个动词给没好。mafkir 也是及物哦 ，misorit 也是及物，但是它只有一个主词，也就是说啊，那个主词嘛 ，gaku。我又不懂啊，mafkir gaku 啊，misorit 就是不懂什么呢 ？misorit 嘛，对 ，misorit 什么呢？tungangan ni ina。都imaan 哈，都后面受词会很多，所以我的意思说，我的发现是 mafkir 也是及物，然后用阿连接一个动词，这个后面的动词也是及物，所以我们就这样发现这样的一个原理，它就是受格模式，是不是这样？对呀，就是这样啊。看见了。所以呢，好，我如果更简单的，我不会写字，可不可以？我不要你misori 这个字写字啊，可以，它可以写字这个字可以是后面可以不加东西嘛？我不会写字啊，写字而已啊。那我把这个刚刚拿掉，我会叫 misori 可不可以？可以。我不会写字啊。可以啊，你说可以啊，那就是可以。misori 就变成 mafkir 的受词啊，一样啊，动词可以当受词啊。这个联动结构还是可以当受词啊。mafkir 这个就是因为 misori 模式嘛，哦，对，这个就是受格模式。mafkir kako aromadio， 一样可以啊。mafkir kako ama cumikai。係 mafkir kako makro 哈，都是这个就是受格模式嘛。都是受格模式，因为你用的是 mafkir 嘛 ，mafkir kako 是我不会啊，我不会后面的事情，所以后面的事情你可以用动词表现，也可以用什么 mafkir kako to kro no bangsa 也可以啊 ，mafkir kako to kro no bangsa。你看都格罗老师，这个就是说，如果两个都是及物动词，后面可以延长当然啦，所以这个是简单句嘛。mafkir kako misorit， 可是也可以说 mafkir kako misorit。都solit no bangsa 啊，这因为你这个字是及物，对不对？对。你可以多，有可能 solit no 就更长了，那你就发挥了这个 misolit no solit no bangsa， 因为它也是及物动词。我不管它及物不及物，但是只要它是个动词，它不及物，它也是 mafkir kako 啊，比如说。米嘎碎好了，我不会砍柴哈，我不会米嘎碎，我只要加一个我不会砍柴呢，那这个也是完整的呢。米嘎碎这个不及物它就不加，如果它是及物的话，你可以加很多的字，就像你写的说米索雷多索雷多帮扎都可以啊。但是问题是这个后面的动词，如果后面是不及物，当然就更短了。如果它是及物动词，后面还可以加尾巴了，就这样了。老师，哎，我可以这样说吗？mafkir kako amikasoi to gakidet， 我不会砍那个9重树。好，你特定什么树的话，哈，就有那个叫同源受词，又可以加。比如说，
比如说马福克嘎过阿弥佛定是，我不会补语，对不对？如果要它加上特定的语的话，马福克嘎过阿弥佛定都跟它在，那又变成及物动词了，那个叫做同言受词了。啊，马福克嘎过阿弥嘎所以都阿拉外也是那嘎所以是阿拉外也是一种数啊，所以变成这个时候又变都成可以。是受格模式嘛，老师是不是？我们现在是讲第一个动词是及物，所以后面就是它的受词，就这样而已。因为我们谈的不是后面的哦，我们谈的是这个动词第一个，它前面的一个动词，这个马夫盖这个字，它的及物，所以后面的整个句子就是它的受格了。我们只看前面的，后面它是及物跟不及物都跟它无所谓啊。马夫盖嘎过后面什么事情？你加马夫克嘎阿米嘎说也可以，马夫克嘎阿米说的都说的东邦扎也可以啊。所以说前面这个字很重要的是前面的这个动词一定是及物动词，后面呢及物动词后面可以加上名词，用都加名词，用啊后面加上动词，就这样子。所以谢谢老师，麻烦那都。所以我们回头呢，我们这个呢。差不多了，我们时间哈，我们再回来看一下例子就会了哈。稍微你稍等一下哈。好，我们再换原来的PPT 哈。哎呀，马上完了个。好，再看一下，我们就要准备要。好的，所以呢，刚刚稍微看了之后呢，回头到这个练习，哎，有看到这个画面吗？好，有哈，有没有看到画面？有哈。所以联动结构它有3种现象啊，就是说这个整理一下公式。第一个，及物动词后面有主词，后面的啊呢，第一个是不及物动词的话，后面的那个啊加动词一定是并列的，一定是不及物哦，不及物动词后面主词，本来后面是不会有受词的，所以它不可能用受词，它只能是并列，一定是前后都是它的动作啊。第二个呢，及物动词的话，主词后面的啊，后面的动词不管它是及物不及物，只要它是个动词，所以呢，及物动词我们要看的是及物动词这个动词。那后面的动词呢，如果是动词，它一定是受格，因为呢，及物动词后面一定要有一个受格，这是句法的一个规范啊，句法的规范啊。后面及物动词一定要有受词给它，你不给它受词，你就没有讲完的意思了啊。第三个就是谓语啊，或者什么，只要有啊动词，一定是补充说明它前面的，叫补述模式啊。你看啊，方丈安能能辜负的一说，你的衣服好看。你看方丈这个字，安能不要看的，方丈辜负的一说也可以啊。但是安能就是它补充说明是很好，看起来很好，所以它就补充说明了它的好，什么好，什么好，是看起来很好。再看第二个，乌马拉罗盖阿马达亚国瓦阿国，这个字，这个你看呢，乌马拉罗盖是认真的，对不对？乌马拉罗盖国瓦阿国就好，那个阿马达亚是啊，马达亚这个字是工作我还是画线给大家看一下哈。您看这个是我用红色的好了，这个都用红色，红色都是我们的联动结构哈。那这个为什么会拉出来呢？稍待一下哈。
好，这个呢木果，我都是用红色的。好，好，看到红色的哈，那怎么搞的？好，请看一下，如果不要看红的，方丈古佛的时候，方丈安的能量就是补述它啊，就现在都讲补述的模式啊。马拉罗盖古娃娃阿哥，马拉罗盖阿玛呆就是补述前面的。伊法答案kami，我们再发答案。伊法答案kami木果kami，这个也是补充说明法答案，记住的地方。反正前面就是补述它哈。一定吉马让，一定阿木米苏拉吉马让在这里读书哈。反正它有啊的时候，就是往前补述，所以你就莫名其妙这个字，不知道是要补述哪一个，就简单的就是补充说明在这里读书，这么简单呢。拉里玛阿达拉鲁扎马让也是补充说明拉里玛啊。伊拉古福西阿丹尼阿米杜雷达瓜南有牧师。它就是补充说明这个，跟这没有什么差别呢？它你看了这里面都没有及物不及物的动词。你看方丈不是动词，乌马拉罗盖也不是动词，伊法答案也不是动词，伊迪尼也不是动词，拉里玛也不是动词，伊拉古福西这个是近代的一个动词，有这个字啊，都没有及物不及物的动词，有啊的时候都是补述前面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性啊，你就会发现的说，哎呦，对吼，好，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现在你们现在就回头看到哈，马拉洛吉马当阿米亚的，刚才我们讲过，我们就不说了哈，我们再看第二个，米纳南古娃娃阿古阿米萨鲁玛，练习学习一样东西，你看这个是什么模式？第二个。授格模式，授格模式答对了，就是授格模式，因为它是学习这个东西哈。好，又来了一个那个静态的动词，伊拉古福西诺教该有教会的牧师啊，福西诺教该就是一个片语啊，就是教会牧师。米曼阿米多伦阿尼尼，这个动词是什么模式？补述模式啊，对了，就是补充说明这个牧师来祷告了，对不对？同学厉害，很厉害哦。再看一个，毛拉古马多阿塞努巴沙瓦利，就是很喜欢。马多阿塞努巴沙瓦利就是东海岸的老人家哈，喜欢啊 misskill， 哎 misskill 什么模式？授格模式啊，对了，就是莫授格模式。太好了，我可以睡觉了。是可以睡了啊，可以睡了。好，你看你们都是很厉害了，是不对？达拉呆巴长拉啊，马拉嘎嘎就他们两个，长拉马拉嘎嘎，他有两个兄弟呢。达拉呆巴长拉马拉嘎嘎啊，米古里什么模式？并列模式。并列模式答对了，为什么？因为达拉呆巴是不及物动词。对呀，就是这样啊。哦，你们很好，很强了啊，不错不错不错。伊尼又来一个一般动词啦，伊尼多过嘎巴诺尼亚罗来了啊，伊尼多就是伊尼伊拉这个字是静态的动词哈，伊尼多过嘎巴诺尼亚罗啊，米巴拉方，哎，补述模式，对了，补充说明干嘛？巴拉方的是谁？嘎巴诺尼亚罗嘛，对不对？好，再看第7个，米达南嘎哥，我要练习，我要学习什么？啊，米达福国的阿鲁划线的部分，米达南嘎哥米达福国的阿鲁的模式，授格模式答对了哈，米达南嘎哥啊。
好，再看第8个，伊拉克福西阿黛尼阿米利苏阿米多罗因达贡，刚刚讲过，这个叫什么？补数模补复数数模式。好，这个呢，乌马拉罗盖阿米苏拉库拉娃娃尼纳莫，补数补数一样是补数模式，补哪一个？读书很认真的，马拉罗盖阿米苏拉就是补数模式，补这个啊，马拉罗盖啊。好，最后一个。马拉洛阿米祖拉古拉娃娃尼纳莫，这什么模式？注意看哈，马拉洛阿米祖拉古拉娃娃尼纳莫。并列模式。答案，所以刚刚谁说的是并列？是谁说的？哥哥。我看是谁啊？孙荣春，孙老师啊，标准答案哈。因为什么？马拉洛这个字是个什么动词？马拉洛及物还是不及物？重点在这里，不及物嘛。马拉洛吉马让，就这样而已啊。马拉洛，后面呢？你们吉马让，米祖拉吉马让，马拉洛跟米祖拉吉马让，所以它是补数，那个并列模式啊，它是并列模式啊。后面还有一点点，要不要看完再休息？还是要？休息了，其实这个是差不多了，我讲快一点哈。闽南人家国都说的都帮助这个什么？这什么词？我在学习阿美语的文字。闽南人是及物动词，对不对？受格嘛，这个就是受格，就是它没有啊，就是受格一样的。你看，闽南人家国阿米说的都帮助。这两个是不是一样的东西，一样的动词，对不对？一个是用名词，一个是用动词当受词，一样啊。这样有看出来吗？好，第3个还是一样的，你看的，闽南人，你看，嘎哥变长了，都，你比说的，你妈妈都说的都帮助，这个都就是变成这个动词，你说的，你妈妈都说的都帮助，把它名词化以后呢？米索雷变成你比索雷，他写的方式，所以我在学习爸爸呢写阿美语的那个技巧或是方法，所以你看这3个，一个是名词啊，一个呢动词当受词，第3呢也是名词片语当受词啊，这里面意思有一点点差，是原来是一个句子把它变成受词了啊。好，刚刚这个第4个刚刚用过了，方正安能古拉夫的时候就讲过了。来，第15题来，米能嘎过多，你比阿西努娃娃多出来，这什么？这什么词？它的词性是补数模式。没有，它不是模式哦，有多哪有啊？没有啊。名词片语。名词哈，名词，因为好多字叫做名词片语，就简单讲，一个字叫名词。你本来是米阿西古娃娃读出来的，改成名词以后，你比阿西努娃娃读出来，变成孩子读书的样子啊！我在看孩子读书的那个情况的意思啊，所以它就变成名词片语啊，好多字在一起就是一个片语，或者叫做词组啊，一个词的词组啊。最后一个这16题来，米我做起那一大关难啊，达拉比出大山来这个。是妈妈叫我赶快去上学，这个啊又来个动词了，达拉比苏拉蛋，这什么模式？这个稍微难一点，看一下。妈妈叫我去上学，补数模式啊，对，为什么？这个不是妈妈的动作呢？妈妈是我责任没有做的，就是叫你去，啊，叫我去哪里？去上学。所以去上学的是妈妈还是我？我，这个叫做补充说明，我要再去上学了哈。好 ，OK， 你们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哈。米巴拉吉伊娜以及巴奈yan，后面呢，妈妈叫巴奈起床干嘛？米萨卡拉南煮早餐，这什么模式？补数模式。对了，是补数模式。补充说明谁？这谁的动作？把奈把奈嘛，对不对
OK， 对了啊，剩下3题哈，很好很好。来，这个马乌拉去厦门，马乌拉去厦门阿米巴金伊利亚啊，这个看一下哦。厦门这个人喜欢在海边摄影，你看一下动词，你看一下前面的动词是及受物还是不及物？格模式，马乌啊，拉，对了，很好哈。马乌拉是及物，所以后面这个动词一定是受格模式啊。最后19题来，达拉利亚去厦门阿米巴金怎么办？他去海边并列模式，并列，答对了，太好了！哇，我可以睡觉了哦。来，第20题，最后一题来，米多尔古西多多星系，学生跟着老师，哎，米阿西多出来，这个比较难，来想想补看哈。数模式，复数模式，哇，好啊，太强了，就是这样了。因为学生是跟着这个老师，老师在念什么，在念书，他就跟着老师念书啊。所以念书的是老师的事情，所以学生跟着老师在念书了哈。念书这个动作，哎，对不起，哎，要做这个，哎，要做这个啊，所以因为呢，好，感谢主。大家终于把这个这么难的东西啊，你们也把它弄会。Hati ni ko pinanam no minta ni ni adaya好，Saka，看到大家有这样的那个认知啊，有学习的态度啊，这个Muhammad ko follow 做，Saka，mana sa我jikang no minta Muhammad to kako to pinanam namo， 你们是这个不断的求精进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那个感觉很好。Papising ho kita, mababuti to kita, panhan to kita. Papising ho. 哎， Papising ho, Papising ho kita. Marok kita, Sa singan ho ni ring susian kita sanay sa. 好，这个3个模式应该是 OK 了，看大家今天晚上的反应是非常的好，所以老师可以做梦睡觉。我可以睡觉了哈。OK， 好的，好，好的，拜谢谢拜谢谢晚安，我的那个好，哎，平安，平拜安，谢谢。平安，学生你好认真哦，哪一个课都在上哦。我每天都看，几乎每天都有看到你上课。那个学生哈是朱庆义第2。啊，大罗龙多个饭呢，还说学生啊，法律要多算帮助，哎，再次人好，好平安，哎，平安，谢谢。